なんで、もう3曲、3曲。すみません。まだ他にお座敷がありますので。ゆか。こちらご予約のお客様です。失礼します。喋ったち。来啊。这是我的房间。你的房间？你伫遮会使写歌，无人会甲你搅了。好。这个酒随在你啉。好。安尼，我阁有人客。哦。玫瑰，花香，油卡。无论好天也好雷，也着大富贵。一生生死有天推，亡命遐玫瑰。你等下。安尼，我来等。所以等我才要转去。你昨有去倒？哪会拢无转来？我啥物你？啉烧酒是阁袂记啊吼？对啦，我昨毋甲凤凰师啉酒啦，煞啉醉去，伫兜困啦吼。对，最近是摕足拄好的呢。我写的歌拢拄好伊做客啦。想讲哪讨论哪啉酒，靠灵感。你这？我这啦，溜啊啦，你的溜啊溜唔着去啊啦。溜啊，好。大人大种啊，阁袂晓穿衫。后摆你领钱的时阵莫拢摕去啉烧酒，留一寡做两输西米露来穿。我穿这就好势好势，着做啥物西米露？你即马算有名的人安尼，免去穿啊伤当酸，行的路穿西米露看起来较有伴。
小，靠慢吼。啊，公安我哦，去食饭啊。好。小弟，嘿，林秋啊，摕足侪歌词来啊。好。啊，这回无要摕到哥伦比亚。啊，白白是迄个介绍，好像毋是拢共款。安尼讲就对啊啦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这样。一牙差错，牙无鬼。啊，拢袂歹哦。以后哦，不管你有偌济歌词啦，拢摕互我。安尼哦，我较有机会，甲哥伦比亚好好拼一个。部长，我写好一条歌，可能袂有啊。咱连面要去东京录音啊。啊，你毋是一直嫌我慢？啊，我即摆写好，你佫讲袂有，啊，上少你嘛先看一下。夜半坐伫窗仔口，我头真悄悄，我的心肝头的伊，伫倒地逍遥。坎坎坷坷的辛苦。就要分去了，一杯真美的香味留在阮鼻旁。滚油的事，部长，你感觉安怎？袂歹。那安尼，这边敢会使录？剩3天的时间，敢袂有？我会使加班训练歌手演唱，这是我伫哥伦比亚头一遍互采用的曲，拜托你。要不安尼啦，这条歌有爱的唱，袂使，袂使有爱的唱，是安怎？你毋是甲爱的配合了袂歹？我甲伊配合是袂歹，但是这条歌无适合伊，敢若一个人会当唱。像顺顺，顺顺已经唱真侪条歌，而且伊的身体无好哦。但是君有写这条歌词的心情，我真了解。敢若顺顺会当唱，为什么？回dit哦，一定要有顺顺唱啊！お願いします。
叶桑，这条歌足好听的呢，是啥物歌啊？夜半的大抽埕，是君瑶写的词。庆赏写的啊？你敢知影？晋赏这条歌是要写互谁？是要写互伊的意中人。你看这两句。秋樱长地清芳美，在苦伫江边。无要紧，咱练两摆啊，你就会当体会伊的心情啊。来，咱练看卖。我愈做的旋律，敢若有药厂会当写出遐尼高雅的音乐。懂无？顺顺，你都要认真学，莫有药厂是无？这是君瑶写互意中人的歌词。暑假。顺顺。那安尼，你就要搁较认真唱，认真去体会晋赏的心情。部长，科长讲伊牵手身体无爽快，袂当来。啊，过几工啊，你也家己去。伊的牵手是袂使啊。叫伊出来，代志先处理好，才搁来，无要紧。好。行，出发啦。情人姐，出来啊！